好，分享转到好空比赛的现场哦。今晡日好同欢喜吼，邀请到有郎姐吼，佢来呀吼，就来带本大家咧好空的发通哦，就系甲下讲到的相声的表演哦，系冇？郎姐一摆喺相声的表演吼，有冇甲特别的冇？今年也个7月开始，7月5号到7号开始，在城市舞台演出的也两岸笑星会，就系有亚片台湾嘅相声演员，然后对岸嘅相声演员向下向台来表演。哦，嗰所也摆系分做传统场，然后创新场，有传统场。当然啦，本系冇。传统本，还有个就是剧本卡本嘅关系。传统有留下嘅动作嘛，大部分堂道嘅吴兆南、老魏龙豪，佢用啥嘅本，大部分全部係傳統嘅。當然有一啲咧有修過，有修改過，因為生化冇用嘅，有修改過。不過傳統嘅有動精彩嘅。像亞拜哦，有一個表演叫做全本八扇屏。八扇屏。對，佢就會用啥共發啊。有一個人就講，他說好，那我對不起你們，我不過就是個浑人，他就開始講歷史了，跟慢言用版，跟慢言用版，跟越慢言用版，多嘛個事情用版，佢就會自家講幾個浑人也，你比佢，你比過佢嗎？你比得過他嗎？你有比他混嗎？你有比他混嗎？你憑什麼說你是浑人？那好，那我不過就是個這個倒霉的人，倒霉。那你知道那個誰？故說這一段呢是董有功力嘅，佢喺佢懂得嘅台詞以外，佢對歷史好像董叔師，每一個這裡面講完全不能錯，他是非常有功底的表演。練定功啊你。練定功，故說嘅傳統亞創呢就會全部跟燕燕，除了我，因為我那天當主持人以外，全部叫跟燕燕全部胸台講。這樣子一組把8個段子全部講完，因為亞個全部嘅卡本哦，原來師傅吳兆南先生他都沒有講完過，因為太多太長嘞，太精彩嘞，故事呢都沒有人把它全部演完，然後亞拜就會有9個演員同時連演，但是懂難的，好相聲嘅朋友啊，也係講就是說對傳統的相聲有喜愛研究的人，咪做得來哈，吃一下看，就在現場來談一下呀。傳統誒，對，傳統場。那創新嘅咧？創新就係用片哈，全部有寫新嘅劇本，唔係台灣啲哦，嗰片咩用嘛，生發改編咧哈，然後嘅價值觀啊，然後整個環境全部冇用咧，故說都全部有寫新嘅劇本。像亞拜呢，就是有像是矮佬劉增凱同他講嘅叫同步口譯，其實就是即時翻譯，就你講嘛，跟矮佬你翻嘛哈，講下翻你就講中文翻出去，英文啊，用英文，就是即時翻譯用嘅。不過呢，亞該劇本就懂神奇，他連寫的時候都是從傳統的段子裡面做改變的。那傳統嘅本呢，就會原太個董叔師以前魏龍豪、吳兆南講的繞口令，對段嘅繞口令開始慢慢的念進攻進南進泰嘛。不過呢，這個段子因為懂人表演，還有基本功底這件事情上面哦，實在講泰六跟燕燕哦，在功底上面比我們要強很多。因為跟北京話一演，不上去就會講啊。對他們來講，我們就是多了一個學習的這個過程嘛。還有呢，因為佢哋人安東人地度出來最有名嘅上春晚的，對萬中取一的，故作一個能力懂後啊，我們真的在功底上會有點輸人家。不過呢，我們的創新上面就不太一樣了。所以劉增凱呢，佢就老該舊的段子讓來改過，那同步口譯哦，你做的糖豆普通我們講到的這個建議以外呢，還有就這裡面還有翻譯我們所熟悉的繞口令翻成英文會怎樣？哇，嗰個一啲過嘅時間，咩要一聽嘅功力嗬，咁過到英文係呢，真正過到英文用嘅音咯。當然唔會奇怪嘅啦，因為劉增凱嘅英文就懂爛啦。有一搶溫英文懂好嘅人，而且還不能效果有冇？最難就係樣，因為做唔得翻就不能直翻哦，因為呢幾個繞口令它都會有一個韻腳，或者是它會有相同的音，因為通用嘅音嘛，把你攪亂你才能夠講嘛。對不對？差唔多嘅音咯，同上腔咧，按用那邊講個好才好嘛。對，比方說正經，按你翻你翻又太正經誒吼，它沒有趣味，沒有節奏感，沒有押韻。故說
抹麻个后告啊不好玩，抹神器啊，那所以他翻的时候还必须要把它翻到有那个韵的那个味道，然后该给你一个绕口那个熊胸的那个味道。哇，安尼哦，谈起来咩清神器吼，也摆就是大家就做得好啲传统的含有创新的吼，就做得嘿，就做得来谈到。不过也摆吼，刚才有讲到，就系老太六嘅强下人的合作吼，啲合作嘅歌唱地度吼，安尼像人姐妹家啲去太六啊吼，啲嘅表演啊嘛噶，你知道太六嘅环境吼，然后台湾嘅环境嘛咁冇强用咯，啲说创艺术方面啊。记得他们至少还有叫做中国这个曲艺协会，居然有个协会哦，呀，低度懂演包含了相声，还有其他嘛，戏曲的传唱啦、说书啦什么等等的哦，这一类的。那给大北的公家单位的确有在做这样的一个保存跟培养啊，给都还有做嘛个10大孝星的选拔，当年某 Q 庸，那我们这里面的演员，包括台湾的刘增凯1半以上，全部就会有传达给台六给片给春节的央视的春晚的表演，你要按都跟演，非常的困难，非常的困难，那是一中选一啊，不是万中选一了。哦，那刘增凯又在台湾有一个去给片做相声表演的演员，是相声类型的。那给大北给他们很喜欢我们的段子，就是来自于台湾给特色，就会创新这个部分。故事他们去表演的那个段子叫很难说的中文，很难说的国语。第一度就有一个角色是碾出米原住民，用一个原住民的角度，因为给他们抹嘛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创新的是台湾跟特色去马街，用碾出米嘛。你跟一个相声讲扁担长，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那个板凳不如扁担长。你搞个碾出米讲，你就懂得一个问题啊，因为你个身体个特色嘛，就是说。等一下，你要讲清楚，扁担长哪个多长？你要讲清楚啊。它大概就这么长，那就讲啊。那个那么长那个扁担呐，板凳宽。等一下，你要讲清楚那个板凳有多宽，大概怎么宽啊？那个那么宽的那个板凳，所以就一段绕口令，本身演出名公告，变成懂宠懂神器，根本一个按从个扁担到按反个扁担，用懂神器懂好笑，其实太六改变嘅观众朋友，其实懂好，跟哎呦。用按神仙哦，唔是糖果，也係本上係 Q 嘅卡本就按一改就變做型咩？他们很喜欢我们这种创新的感觉。那不过呢，我刚刚讲到了基本功，你从比方说，不管你喜不喜欢郭德纲这个人，就是有一些人对他是有争议的，但是郭德纲他本身的能力是非常好的。一个共发啦，他的字清楚啦，以及他表演的逻辑跟这一些，全部给他懂有能力的。我们这次来的也都是，像这个何云伟啊，跟李菁啊，一个国超哈，罗超，一个呢哈爱一个六傻彪凶哈就懂神器嘞，他们就是那种在春。是的哈，像这个李伟健啊，武斌也是，都是很好的搭档。不是我们这边就是有创新有传统，还有两边这样混在一起，两片安永胸哈合作就错的，是合作也是良性竞争，也要同时呢就是一个舞台上还有一点较劲的感觉。懂演，这是良性竞争嘛。故说呢，一个表演就大家观众朋友看到懂欢喜，那几家做演员跟相声演员的人，没法度讲安永懂好。胸下做得哈学新嘅东西，新嘅观念，新嘅想法，哈，有可能啊，下一年啊，演过一个片啊，没有可能咁樣。不過佳佳剛下有講到呀相聲吼，佳佳就係成法有咧結合咩？不過大家都提到台灣老太六個片咧成法，聽說係有系列冇強用啦。假使講從日擺喺嚟到台灣有個素材啲表演，係唔係啲嘅到啲劇本地度，可能從人姐剛下有講到嘅一些生活面啊，從原住民呀喺語言嘅問題，可能較少考一些咧，可能會有講安尼太六個一啲成法咧，佢講嘅少考，其實台灣係談唔識咧，寫唔出來啊。創新唔看到，哎呀，就說我們有一些說法不同，比方說，我們說該天腦啊，天腦，我們是講當機嘛。
给他们讲死机。哦，死机，对，这叫机器死了，对，宕机嘛，他们就听不懂什么叫宕机。按有因为某空用，做的空哈下卡本的时间，就会撞击出一些火花。妈个什么死机啊？你才死机呢！我这好的很，这宕机。什么叫宕机啊？就走得什么宕哪儿去啊？你把这机子当铺吗？那它就会产生一种语言趣味。故手也不是不好，就会用片某空用，就用片跟火花空啊。碰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大概就懂神奇，因为亮片全部是艺术家，亮片全部是由创作给你，所以这样就会很有趣。哇，真劲呢！刚好有谈到呀，郎姐吼，你对一开始哈有啲主持啊、做戏啊都讲相声吼，你当中对呀上台上台吼，冇啲讲吼，系冇？当然会啊，就喺讲嘛，嘅喏，就讲一家表现冇拉好啊，冇按好啊，帮观众朋友失望啊。故手我一家听说准批好，懂好面呐，懂好面子啊。故手一听到准批好，冇我就会上台我就懂紧张，我就会讲那么死啊，了。不过两片还有一个素材冇相用，这片嘅观众朋友哦，他冷江。比较冷静一点，冷静。我们这边的观众，因为去年有办一个就是所谓的侯门深似海，因为哪个师傅跟师傅，还有侯宝林，也就是在对岸有东方卓别林之称的相声大师侯宝林。故说老爱师傅穷批的懂多啊，师兄弟懂多啊，就唱给各位真的是大概是超过60岁的大师来台湾表演。去年被董浩很喜欢，董冯也很喜欢这样的演出，那也是看到他们的功底。不过记得来啊，路欣赏来啊，就讲哎呦，台湾这个观众朋友水准懂高哟，热情哦，对演员懂好，一定的用班哦，精彩，大家就不吝啬，一定给予鼓掌，朴素嘛该，所以他们很喜欢台湾的观众。哇，嗰時入擺後，聽說好來 sell 嘅後，各講一擺後，來郎姐入擺後，呀孝心會係冇，就是兩岸孝心會哈。嘿，那時就做得開始賣票誒，他就開始了兩廳院的售票系統，或是請大家呢上網搜尋兩岸孝心會這個關鍵字，就做在起美都一個表演呢。記得看到兩個名就第是這個表演，不會是別的。嘿，聽說記得吼，入擺嘅表演吼有傳統嘅，沒有衝勁嘅吼，咩做得兩重就起啊，係冇？兩重來聽下的話呢，我們在售票上還會給予很好的優惠哦，聯票真勁係啊，大家好嚟把入擺嘅機飛哦，嗰時候今年後尾動感車、安子些、郎姐來到也好，大家分享很多精彩故事哦。什麼你？好，然後大家去先來聊一下，等下看下來做運動了。